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为什么今仔日有这个？老师，这个乌鸦的台语要讲什么啊？蚵仔叫做蚵仔。蚵仔，蚵仔伫中国人咱想讲拢是啥物无好诶，拢讲着蚵仔对无？但是咱圣经内底蚵仔加物件，互互迄个先知食。对哦。而且迄个挪亚方舟对无？伊抬起身放出去诶嘛是。派出蚵仔对。对哦，所以其实即个蚵仔毋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对无？咱今仔帮伊平反者，但是跟教堂哪有啥物关系？足奇怪哦！咱今仔日来到另外一个教堂，对无？来后壁佫会放影片，所以逐个爱看到后壁哦。其实顶悬即个吼，即个相片，即个蚵仔是老师家己翕的哦。这是真正欧洲的哦。听讲台湾的较大只，还是安那？是吗？台湾的较肥较大只。台湾的较肥，因为遮较寒，应该遮较肥较对。但是我最近看到足侪吼，其实遮世界拢会当看到即个蚵仔，毋知影观众朋友有看过吼？比较一下，到底欧洲跟亚洲，有啥物无共安尼哦？好。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到即个所在，即个就是匈牙利吼，布达佩斯对无？咱知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多瑙河的边啊，这边啊，有一个叫做渔人堡，个马加什教堂，个有皇宫，这三个建筑物拢集做伙啦。是，咱知影就是布达这边吼，伫河的这边，倒边。河的正边，这是佩斯吼，所以咱今仔要来。是台湾咱前礼拜讲的。顶礼拜讲的教堂伫遮哦，咱即阵过河啊，过一个河，要来看即个马加什教堂吼。后壁的影片佫会翕到咱去迄个盖勒特山吼，盖勒特，对，伫遐看到多瑙河的，足水的迄个。马加什哦，叫做马提亚斯，有人翻译是马提亚斯教堂啊，因为伊的英文叫做马提亚斯，所以你这马加什还是马提亚斯拢不要紧啊。叫做这间礼拜堂哦，是上早一间，比咱前礼拜讲的更较早。咱前礼拜讲的是建国1000年以后才开始起。这间呢是建国的开始就开始起啊。迄阵甲1015年，迄阵拄啊第一任国王，伊就想讲要来伫遮，因为伊是一个基督教，讲全国拢爱信基督教的国王，所以伊就有想要建立一间教堂，就是一间。当然，迄阵起的是房仔厝啦，无啥物水泥啊，无。安尼后来经过一届搁一届的重建，直到有今仔日的模样。所以足水的吼，是一个顶悬有人会当看到一只啥物蚵仔，只蚵仔到伫迄个顶悬。这间教堂哦，实在有因为时间真长，所以有一届毋是。蒙古的骑兵有入去到匈牙利，有占领这个教堂，就把因个教堂破坏掉，破坏就去重建啦，建立后来个奥斯曼土耳其吼，一个礼拜啊，入来以后因较严重哦，因入来以后就甲所有的壁面的画啦，所有的砖塔拢总甲覆盖，甲变做清真寺，变回教的。是，所以这个教堂足厉害的，就是有做一摆变化，做一摆较起兼即本这个讲这个做水的吼，其实内面做水的对无？做侪玻璃吼，外口看起来旧旧，其实已经顶起做一摆啊。来，
就是讲建高等马家石一世。马家石一世为什么叫做马家石高等？因为伊咧扩建的时，讲甲小小高等变成足大间，是对马家石开始啦。马家石嘛，伊14岁就起来坐位，因为因老爸是一个足勇的，算做一个国家足勇的一个王，伊伊赶走敌人以后，伊就家己煞得到迄个叫做迄士兵迄阵毋是黑死病嘛？因爸爸欧洲足流行的，有死咩？有死欧洲的人有死掉1/3的人，即个病，所以国王伫即个时阵有哪死去？死去，坐位的因囝才14岁尔定。但是迄阵足侪贵族想要做王，伫遐吵闹，就有人就好安尼扶即个14岁个，想讲即个较好管理，14岁尔戆较好管，毋知影讲即个14岁囡仔真正足敖、足厉害、足聪明，伊就带领匈牙利争做欧洲的第3强，迄阵连维也纳都占领，伊的国土有偌远咧，即摆顶悬，咱看迄个地图匈牙利北边，就是斯洛伐克啦、捷克啦，迄拢伊的土地，还有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一部分，但是讲维也纳也互伊占领，来后壁南边才有南斯拉夫，还有叫做罗马尼亚这拢是，这全部拢伊的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伊就独立，独立的时因为伊是战败的国家嘛，伊2届小战拢战败啦。第一次战败，伊的国土就互人割出7成的土地，你看剩匈牙利地。边仔迄3块大地拢互人互因独立去啊！所以匈牙利是安尼的。马家石是伊的国土是足大的，就是到全部拢伊的。所以咱今仔看即个教堂，就是伊足厉害的是起的。伊大的建立，甲伊扩建，搁起迄个关塔，所以咱甲伊名做马家石。就是迄个原因，就是做因迄个国王要聚会所在，所以咱就想到咱圣经的启示录讲到咱来看段圣经啦开第2个印的时，我听见第2个画面讲来来，搁有一只马出来是红的，有官兵和迄个骑马的对地上抢夺和平。互人3台，搁有将大基刀互伊。这启示录当然启示录要了解伊，你得爱读真济圣经，搁爱捌足济历史，甲知影讲圣经的启示的问题。咱无要直接研究这段，咱知影讲，世界即个所在所记载甲。匈牙利的国家伫遐车跋比差不多啦，迁来迁去。对，看即文嘛是差不多啦，即文嘛是安尼对无？做济国迁来迁去，迄国派即国派国。来小台，3台。3台，来愈来愈济咱想无要停安尼的意思安尼所以咱即个教堂的内面阁有。教堂的内面有一个所在有插真济旗迄个旗足济人毋知影啥物意思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拄则咱迄个地图看了就是讲伊有7成的土地拢互别人去，匈牙利伊就家己剩细的土地，伊遮丧失的领土就是迄个土地呢，因遐旗拢甲伊插伫遮做提醒啦，讲因就是安尼烧钱来失去因足侪土地，提醒家己。所以提醒家己讲以后莫搁烧钱啦。是
是安尼，就是以前有诶即文拢无啊。但是无法度嘛是搁咧钱对无？嘿，对啊，人诶心拢是无满足诶吼，就是爱愈大，来有钱了，爱搁有钱，搁爱有钱，对无？要做上大诶安尼吼，土地爱愈来愈济安尼，才是上强诶吼。所以咱着讲今日讲一只蚵仔，到长顶外为虾米要做一只蚵仔？是，迄只蚵仔搁加一骹手指。有人知影无？拄咱当时讲哦，马家石伊在位诶时阵哦，毋是贵族，足侪贵族拢想要做较大嘛，着咱要小济嘛。有人要害死马蒂亚斯，要甲伊害死，着用送伊一骹有毒诶手指。想要甲伊害死。对。伊接过手诶时阵，有一只蚵仔飞来，甲迄只手指捅走，飞走。飞走安尼着害死害袂着啊！即届计划着无成功国王着袂互害死嘛，就是马家氏诶家族着用即个做因诶家徽。所以马家氏伊是原来叫做蚵仔王啦，蚵仔国王。蚵仔国王。迄阵有建立一个欧洲上大诶图书馆原来叫做蚵仔图书馆，即个科尔文纳图书馆就是迄个意思。就是拢用蚵仔来做蚵仔，伊叫做科宾啦，即个名诶来源就是马加什一世对，就是迄个其实是为拉丁文来诶蚵仔甲因诶。甲马家氏教堂就发生关系啊。所以呢，咱后摆去即个布达城堡边啊，即个教堂诶是爱特别注意哦。这真正是爱滑头什么夜头较看会到诶，对吧？爱注意看，你较看会到迄较手指因为真悬。你无你用目睭看无啥，有哪看有，但是无啥有。毋过用相机翕就会清楚。是讲你用吊镜看有哪会清楚。这是老师特别去翕诶哦，一个本来要走啊看迄个网号讲，即个蚵仔真特别，较紧搁转来补翕一张。这真水真新，这欧洲诶蚵仔，顶悬就是伊诶一个传说啦就是讲，甲即个手指摕走，这就是伫咱遮诶对无？这是伫咱厝边啊翕着诶伊真爱夹物件伊那种夹着一粒要食诶青仔籽嘿，对。夹着就要飞走。这老师真厉害，会当翕着即个大河你家己食诶所以即个蚵仔地就是一个吉祥，就是即个家族诶徽章毋是一个人讲诶什物无好诶鸟仔即个教堂就是老师拄则有讲。教堂诶历史故事啦，有一段故事咱有哪提出来讲就是因为因为土耳其有来奥斯曼帝国有来占即个教堂。即个教堂伫教皇来讲是真重要诶教堂所以是1686年诶时，教皇为着要收得当即个马加什教堂，所以组织联名，就是讲甲足侪国家甲联合起来，要来围攻即个所在。要围攻即个教堂诶时就是讲伊人堡啦，要讲即个教堂诶事，附近有爆炸诶声，迄个爆炸滴到教堂内底有一片壁倒落去，倒落迄阵有足侪人伫内底祈祷，有足侪穆斯林诶人伫内底祈祷。壁倒落诶时讲有多一个圣母像的玛利亚像走出来，伊讲奇怪，甲也毋是阿拉咧。因伫遐想讲是阿拉诶上，甲你阿甲玛利亚，伊就惊一条啊。伊就清真寺，因为遮拢是清真寺嘛，
所以因伫遐穆斯林伫遐祈祷啊，伫迄个教堂祈祷，壁倒落，玛利亚出来，因就惊一跳，伊想讲安尼这是神迹啊，吼神迹。所以迄日因诶军兵啦，就作失志诶，所以迄个暗因就无小钱投降。这是真好笑诶吼！其实伊是迄阵偷藏诶，对无？这是其实英語水，就是讲迄阵吼，特别互土耳其占领以前，有人来藏伫迄个壁内，因为藏咧，无就拢互破坏。因为足侪物件拢互土耳其甲伊破坏，就是圣母像来藏咧，藏咧倒落时剥落出来是安尼啦。而且听讲，即个清真寺诶时，甲这教堂拢甲伊用做乌白吼，甲伊即个拆掉。因为足侪历史啦，因所有国王拢有留咧。所有国王诶遗物，就是讲村内来物件，拢互土耳其甲伊毁掉。毁掉拄好即个国王，有人讲可能是3世还是8啦4世，不一定吼。因为伊个村内所有人就甲伊做石头做诶棺材吼，施工。甲伊纪念伫即个教堂。纪念放伫教堂诶内面。另外即边即个是玛利亚，所普通的玛利亚是无人咧戴皇冠啦，伊是有戴王冠，因为迄个王冠就是第一任国王想讲伊的王位是玛利亚互伊的，是圣母互伊的，所以伊要甲迄个王冠来献互圣母，所以圣母玛利亚才有戴王冠。老师，迄个教堂，迄匈牙利诶教堂，迄像拢有一个物件特别吼。顶礼拜迄个教堂一个正手对无？木乃伊诶正手放伫遐，遮是一个棺木诶雕像安尼，放伫遮真特别。来伊佫有边仔，其实佫有一个图书馆，叫做塞切尼吼，大家有闲会当去遐看啦吼。就是内面文艺复兴的象征。因为匈牙利的人真爱奥地利也同款啦。奥地利甲匈牙利这两个国家对这个茜茜公主非常有特别的感情。匈牙利大位拢会看到足水的雕像，迄就是拢茜茜公主啦。对。就是伊丽莎白啦，伊个叫伊丽莎白因为大家拢讲伊个茜茜公主，伊生做可能真水，你看所刻的红拢袂歹看，非常水。因翁叫做法朗兹约瑟夫。法朗约瑟夫。伊就是第一任教堂吼。伊这个国王是奥匈帝国的第一任的国王。对，伊伫这个教堂加冕诶，所以这个教堂不只是咧做什么婚礼啊，还是婚礼还是个加冕结婚。马加什有结婚2届拢伫即间教堂。马加什伊大生娶某嘛，是甲捷克的一个公主结婚，后来迄个过身佫娶一个，2届结婚拢伫即间教堂。马加什一世。对吼，这就是即间教堂，咱伫顶悬看落来。对，为楼顶翕来所以进前这个花草草拢去用浮雕，后来佫顶起，佫真水佫用迄个彩色的玻璃，所以呢，这个门就是要去楼顶。这个门就对教堂下骹迄第一层，要爬去楼顶的时阵，迄个门。因为伊做甲人无共款，佫看得足水，对迄条腿就爬去楼顶。所以老师特别有甲伊去起这个门，为虾米咱要讲这个门？因为咱继续要来看老师翕的，其实是我翕的，所以呢，这个无画无好，安尼摇摇晃晃的所以看影片，咱来看卖啊，真正。这个所在，这个就是 AM 对无？
暗时看到的。暗时，啊，这个真好耍哦，因为迄个红绿灯，拍点马路的中，对，伊个斑马线，但是当你等红灯的时，走去伫迄个头前倒吼，拄好有无着，互咱无。即摆开始爬山去哩顶悬了。然后这座桥原本叫做约瑟夫桥，法朗兹约瑟夫桥，现在叫自由桥。好，那就是茜茜公主的老公，他钉上的最后一根铆钉，所以以他为命名。那他的桥的旁边就是他老婆，就是伊丽莎白桥，茜茜公主，白色的，有船到这边。较远迄个吼，茜茜公主。真的、哦。有船可以坐到斯洛伐克哎。这边再高一点点又还蛮漂亮的。对，这个就是边仔的山吼，咱讲的南边一个盖特山。盖勒特山嘛。盖勒特山。这个音乐是咱伫教堂翕的是多好，有人咧。我嘛只是的教堂内底演奏的管风琴。这是现场演奏的哦，不是录音的哦。是咱翕的是多好哩演奏，真特别。你这个渔夫堡，这个下载9点以前去免钱哦。为这个行去对，就是渔夫堡吼。为渔夫堡看出就是这个教堂对吧？非常水的教堂。头前有一个人咧骑马，这个就是啥物？伊斯特万一世啊，迄个骑马。伊斯特万一世。看因的箱仔顶悬吼，画了足水。这个就是一个讲台对不？顶悬讲话所在。后壁这就是管风琴哦，敢有看到？就是，再来有鸡仔插伫顶悬。贝拉国王，一共3、4位士师。因来遮祈祷吼，是这个，是来楼顶，为这个门来接落，这个门去离到楼顶吼。我历史的文物对吧？为是国王的材料。非常水的一个教堂，今仔真多谢老师甲咱讲即个乌鸦，的故事。大家对乌鸦有无共款的想法啊无？咱今仔日嘛真欢喜会当看到即个真水的教堂吼，大家有闲来赏野里的时，一定爱会记咧注意即个乌鸦。安尼，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感谢。捧场，记甲家己试一个赞，分享互你的朋友知影吼。就是有当时啊，咱想的一寡代志，无一定就是足侪人咧讲的对无？人本来讲这毋好，这毋好，其实是无即种代志。伫上帝内面，每一个物件，每一个伊创造的拢是。
就好诶，祝福啊，好，安尼愿上帝祝福大家，是毋是愈来愈寒诶？有落雪啊吼，阮遮开始落雪吼，啊嘛观众朋友祝恁大家健康。后礼拜一样，共款时间，台湾8:20，泰国7:20，澳洲下晡1:10，个做伙来讲故事。平安，夏老师，大家平安。